那你有反光一样吗？哈哈。红色拖脚呀？有点那个牡丹风格，一半那种。
好久没见了。啊？不戴帽子，不戴帽子，遮着脸。戴中大姐。脸上有点暗。嗯，酸的好。可以。你这样，你要往它一样亮算星星，这个穿上这样算星星，穿成一样的样子星星。哇。这个女生你们认识吧？你们搞完没有？两个穿衬衣嘛，这样子。这个是重感情。对。你传媒学院的。哦，你里面有一件，其实你不穿外面那个也可以。我没事吧？知道啊？我这急了嘛。也行，可以。自然点存在，随便。稍微站近一点，只要不打手，稍微站近，往这边来，稍微站近一点。好久，我应该有年没见了。钟大姐。他准备说叫团队，说以后毕业之后再来。
事没事，继续。这是起舞。那个杨，我以前我把他介绍给老王一点联系了。老王他给我发了一些，我给他改了。新灯到死。个子好高，1.7米几。他本来就跳舞的，他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，他5点多到下午的17点、18点钟左右才完全没有时间玩手机，就是回去最早的愿望就是睡觉，睡瞌睡。他专门练舞蹈的。而且这个小罗一样的都是骗我的，他准备加入作业场，他跟我问我说肯定可以加呀，我不用说都可以，不用问都可以。
一路上。